乜腳入是我長腿，上會關鍵要強更吞呀，讓我本人開本更吞呀。大細物都一條無字眼，捱到冬夏高空來摘呀。米農山下摘到幾山下，捱住捱呀，好吹舌到阿妹報嘅合作幫白妹講嘅想法。慢數來叫幾多，上被捱忍了中火，捱捉唔到要睡唔到，火風利是見對見人做，火風利是見對見人做。好吧，你的信。我的删除情书哦，不是啦，美浓中正路，我同学哦，还可以。哎，都过12点呢，他为什么会回来？这么厚是什么啊？看看，哎，他不会那么早回来的啦。阿伟好像回来了。哎，走，快点。威仔，上了没有？你说呢？叫一下，叫一下。你看，像我这么 N 刀，怎么都没有女生在。高嘞，我看你还 N 高嘞。N 高？N 什么高啊你？奇怪，你快点啊，讲一下。哎，我怎么看到你？到底什么人啊？快点。预知详情，明天今早我在下午。哎，阿威好，讲一下嘛，快点！阿伟说了，快说了，快说了。小气鬼，有好事也不跟兄弟分享一下。哎，阿妹，哎，泰国寄相片来了，啊，看嘛，啊？妈嘅，相片啊？哎，我昨夜呢，买好听个查票咯，这冇贵哦。我有事情无闲。有事情，快咧，可能也用的啊，就像开始我伊都都冇用的，冇救咧，唉，用个啥咯？冒天涯，古怪樹葉是好重要，捱乜腳入是我長腿，上會關鍵要強更吞呀，讓我本人開本更吞呀。芳美，哦，出来呢。哎呀，人天人水，夢夢渺渺。看我这就做得来啦。好啊。来呀！还几落咧？阿伯啦，俺两招过来呢，唔免讲留我高雄读书就好啊。还几落天数啊？
后尾久呢？无同叫我过来哈。啊，我明仔搁上映呢。伊讲哦，安尼来来去去浪费时间，我留在这边看书啦。阿发啦，迄咩后尾久，迄个有买其他事情啊？哪有啊？无，可能咱的讲法切切错错啦哦，出底下有卖问题啦。唔去甲后尾久讲哦。啊，我明仔是做啊，我先啊有前辈叫伊图书馆呢。对啦，阿发啦，我唔先讲迄啦。哎，对啦。哎，小巧啊，今日嫂嫂来听书看哈。休上啊，來睇邊人呢？哦，安太饱。哦，就用呢啲哦，好啲炸你哦。唔錢啊，阿爸。小 Q， 你要吗？来来，小 Q， 来慢慢来放下，小 Q， 慢慢来啦。放起來啦。哎，你有感覺來佢痛冇嚇？鬼痛啊！冇要緊啦。講冇效啊！歹勢啦，唔係咩故意的啦。阿爸啦，今日帶小 Q 去查藥嘅啦。哦，哎，先去查藥，先去查藥。落去啦。慢慢嚟哦。歹勢啦。哎，書本嚟啦。唔會痛哦。佢痛哦。好啦，唔願意下啦。過天以拜就冇人痛嘅啦，嗬。來啊，嗬，完咯。好嘅啦。阿發哥，嚇？我鬼佢冇看到你了，唔太高興，一天鬼冇行呵。冇是很好啦，就明年哦做題目考試，做題目考試，你哦就會變機器人了。嘅高興係嘛嘅用嘅呢？一天鬼講哈。嗰樣哦，嗰條改到太魯嘛邊個嘅面容，個太個槍，人改到菜嘛改到，唔過講到講也唔講，我係咧感覺到我嘅面容個定正咯。嘅邊嘅後生人咧，一天鬼流行鬼講吧。做嘅衫是改流行啦，最近啊流行一種好多喇叭褲嘅啊，當風哦下下尾哦，下擺哦就安尼，發安尼，喇叭褲好看冇？好看唔好看，我是唔知啦。我每一年就安尼做啊，看久嘅就唔會奇怪啊。還有咧？還有嗎？還有嗰邊嘅後生人啊！嗰邊後生人啊，佢活潑，佢會講話，作風嘛佢睇得，不過我嘅嘢冇乜話好講嘅。啊，你個中意係你面容嘅人哦？真是哦！當然嘛，真實啦。我唔記得咯，我喺度下睇啊，係有所有我關心加關心我嘅人，我睇啊。阿發哥，我想去查一些草藥嘅故事。阿發哥，嚇？哦。我想去查一些草藥嘅故事，聽講你啊就會好咧。啊，很厲害哦！
个都会简单哦。那种东西啊，比西药更有效。哦，我娘叔促爽的，好容易炸啊。啊？哦，我了解，我便宜啦。亚蛮哦。做得嘛？做得啊，来，Go！叫，莫该叫。唔要叫啦，也係英文，就係來去嘅意思啦。哦。小什麼？好。秋秋。有人都問嘅名啊？有人都唔講錯。工作。下未愛，該定講呢。通常啊，沒有人很多用冇錯，好多人啊就很多偷香。一次過貴有用哦，從一到件啊，全部都做得用。咁厲害哦！我用嚟做乜嘅啊？做草藥的啊。嗰啲樹香啊，天公爺就會好咧。佢奇妙呢。小心哦。好，你媽小心哦。好。阿發哥，你看，呢片乜油呢？幾哦？炸起來哦。對呀呀。對哦。也未啊？也未。好嘞好嘞，按你拉啦。好嘞。好。做得嘞。好。就好啦，來。原來我行到有，我睇下睇有冇唔掂哦。你又唔是炸草藥誒，你冇掂哦。誒，你去請阿婆送下零水好冇？嚇？點水哦？我唔開啦，請阿姨就去啦。阿發哥，你還表唔下氣冇？冇啦。嚟，你攬一半，咪先攞嘢嗬。什么时候下班啦，宝贝？谁是你宝贝啊？小臭美了。等一下带去逛街啊，看电影啊。小夫。哎，阿威。哎，你干嘛？人家特地来看我，当然去打个招呼啊。哟，你现在会喜欢这种挫样子的，还背着书包嘞？要不要连便当、奶水都一起带着啊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那么缺德啊？哼！阿威，不要理他了，来这里坐。你要喝什么啊？隨便。给他一杯辣油麻汁啊！我们这边没有卖这种东西。等我一下啊。小叔啊，帮我加些冰块。你干什么？小心的啦！这些钱哦，拿去买件新衣服啦。穷小子也想要学人家胖女人，说什么？你真正是把酒泡汤一样。钱谁没有？拿去买件新的啦。佮平日这几块钱啊，你个想要买我这件衫哦？你这是在装笑的啊？小叔，他身上一包多少钱？你们俩干嘛为了这种小事情吵架啊？黑老大，你干嘛欺负人家美农人呢？那够不够？我看你这是在博家伙啦，这你一个月生活费用对不？你客客等伊啦！干！你想干什么？别人想动我老大。小楚，来先来啦，卖差别啦。才不要嘞！你以多欺少，我待会要帮阿威洗衣服哎，没空，再见。看到没？你以为人多有用？滚呐！人搞厉害！是。打人了！
小叔啊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小黑老大，你下次再努力吧，拜拜。你知道为什么挺你吗？我不知道。傻瓜，你把全部的钱都掏出来挺我，就是把全部的心都给我。我知道啦。你知道就好了。哎，人家最近喜欢一个皮包，你买给我好不好？因为很贵的，只要几十块而已。啊？不行吗？行，怎么不行？没问题。我就知道阿威你最好了。宝贝，阿爸、妈，来来嘞。来嘿，嗯。小舅，你还数好吗？哎呦，弯腰的啦，冇要紧嘞。阿姐妈，唔捌去错啊，真的安厉害哦。嘿，唔讲错，用门错。唔讲错，也命改难记呢。人家后生吼，唔同老人家听书哦，专门寻细妹。就是啊。阿爸妹，唔咩啦，迄秋秋也还数出爽的啦。滚毛！发哥，唔怕啦，你老娘唔会听书啦。去啦，做唔得啦，要严错暗从。去啦，去啦。做唔得啦，也数出爽的，挨来就好的啦。唔是啦。哎，哪能两个人啊？安尼搬过来搬过去，哪个做太医啊？贵啊吼，那两个人先个查下方的爷爷拿贵啦。阿哥呀吼，去阿王面啊个天数打翻过来不太敢意思，哈。好啦，妈，听书啦。呀，营养啊先拿落啦哦。好，先拿贵啊。哦。两个人听书。好。来落去哦。好。有啊，阿伟有讲会慢一点，做起来哦唔爽快，又怪怪呢。那还你感觉哦，普通的夫够好啦。你讲太个专业做，我入行啊。是啊。我唔好乖乖啊，假使唔会结巴，然后慢一点好冇？挨无迄个高雄，面容一片咩无卖，挨贵上做看看呢。哎呦，唔是合作这种夫啦。Thank you。真的啦，我讲唔讲，做那把贵什么哟，全部改后呢。哦，做阿连就改奖的啦，唔是做那把夫啦。Thank you 啊。真的啦。
没问题。只要我在，马嘅都唔是惊。I was dancing to a body to the tennis words when an old friend I friend to see. I was dancing in my darling to the tennis world. 你干嘛？几耐啊？要带买好势的冇？有啦，看人嘛，拿安太多东西无爱，我会采取的开始吃看啊。那底尾去买东西啊？啊，我哋可能捌识的东西啦，吃下看啊。哦，面包板诶，我真诶怪怀念呢。哎，你今日无食东西的啊？买10元的、12的、规身的蒜苗，还甲人带面包板回来，连一句谢谢就无讲，就古实无人情价。慢很，这个真麻烦。遐两日哦，怎么用书哦？明日哦有好高的事情呢。我今本日还跟小猪一看天样，风格大眼界，过好高呢。一时哦，魔术跳摆，眼连铁面哦，大条的哦。哦，一定会中意的啦。哎呀，唔可以讲的啦！哎哟，连讲话的你就无咧，规身的骨头会散下咧。哎哟，好啦，我这一笔茶本你啊，哈。那，下礼拜要开面农的，小主讲哦，硬用机的洗来，结果穿机的洗妹，太甲强啊去澄清有靠用。靠呀死不啦！哎，下礼拜林东阳落下10元的呢，你真的打算留在遐每鬼一天数哦？人嘛一3元啦，莫鬼去乱讲，叫我作死哦！哎呦，你遐竟然过无意思呢！10元的硬又无马尾，迄个嘛天数唔到啊！再讲，硬都约好阿海跟阿金他们了，无安尼啦，贵伊吼，就同爱在别的一个理由，就讲硬留伫高雄，三人读书好诶。阿金阿海，你死不啦？我看哦，你唔盼得离开小猪呢？讲按道理由，唔是讲我像安尼见色忘友的人。哪有啊？哦，阿发，做嘛？有钱将来无？没钱啊？哎，你钱哪里来啊？亚今日就不时出去，也用去摸的啊。俺很少阿海是命运呢。我吃几多啦？做得先干无水将来无？木衰做唔定啊！安尼要拿嘛不康比啊？伊遐部分若要甲康比讲啦。做唔得，做唔得。拜托啦，阿发，俺哩好用的呢。哈知
反正伊一天万本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感谢救命哦！哎呦，这了，多慢点啦，迄孙也免拍板啦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哦，这次模拟考物理又考不及格，才50分而已。嘿，你还好吧？我物理、化学2科都不及格哎。干，早知道物理那么难考，就跟阿发威他们一样念文科就好了啊。你以为文科很简单哦？说的那么轻松，那么多书哎，你来背背看。要搞懂世界地理什么逆流顺流的，就能把你考疯掉。还有历史也一样，要从史前人类一路背到民国哎，光那些战争哦，我都快受不了了。也对。哎，阿发嘞，回美容了？大便啦，不直接。要不然呢？哎，不会啦，好啦来呀来。小猪哎，小猪，你不是有事吗？怎么能来啊？想你不行吗？哎，人家那天跟你说那双鞋子啊，我找到了，你陪人家去看好不好？可是什么啦？你到底要不要上车啊？要啦，怎么不要？不过你等我一下啦，我跟我朋友讲一下话，他今天要回美浓了。好啊，那你快点，等你啊。阿凡，来啦，做嘛啦？来啦。你要不要回去同个天书看看阿妹啦？唔会啦，这个贵气啦。大班下面去应问，眼就唔对讲嘛哦。就讲爱上网读书啊。回去同阿妹拿钱。拿嘛钱？同阿妹讲，我多叫补习费啦。做唔得啦，安尼冇啦。放心啦，阿妹听本的啦，敢无爱哪有10万本啦？嘿，你就冇钱诶，怎么还能加油钱？买个靠用的东西。安尼冇啦，加几米弄啦？我讲嘢咧。哎呦，过年爱当然要贵去啊，我也有还蛮多。嘿，唔就伫米农也个时间过无限的啊。下礼拜哪一天贵去啦？钱的事情就拜托我，我已经没钱的啦。忙个没钱，慢慢借你钱呢，钱用hết了。其实钱做得买嘛个啊，说起传翻就没的啊。你也认识啦，我甲人讲哦，莫应交因高分哦。唔会啦，我一般模拟考唔会差，放心啦。啊，算了啦，我鬼唔鬼哦，四川啦，拿钱的事情还没判法，这个鬼人讲，还错差的啦。小叔，我们可以走了。
我注意哦，球球。冇啦，俺最后经过遐听，俺看俺妈送东西，今天看到你来，俺这里给过来。不是啦，叫他茶在前面啦。啊，叫他茶。哦。叫他茶。给系七个几号咧？球球，做嘛？你有看到安庆庄啊？冇啊冇啊。还冇去那行就前面啦。不是啊，不是，海鲜贵嘞。就送你到这里吗？你自己骑车小心一点。没事的啦，这里是我家哎。还有，你回去就早点睡了。今天玩了一整天，应该很累了哦。还好啊，有你在总会累。啊，对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？不然以后我补习班下课去冰果室找你。好啊，我等你哦。再见。看你骑回去。拜拜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之前叫你离小猪远一点，你他妈当耳边风是不是？当我们兄弟吃素的啊？你们想怎样？想怎样？给我打！操！干！大他妈想吃天鹅肉！妈的，你要死我！看不出来你这癞阿妈还挺勇敢的啊！叫你不准靠近小猪，你现在怎样？当我放屁啊？你信不信啊？我就打到连你妈都不认识你啊！再给我打！臭小囝啊！你来高雄哦，你就好好读册啊！你莫点啊假飘撇爬七啦！若是无迄个尻川哦，你就莫食迄个下药啦，听无？干！听。峰哥，几来？最好，高中生几来的啊？系啊。俺拄好 QQ 也来耶，两人同真人亲如缘分耶。俺来天数啦。哎呀，小心哦。我天数。没事啦，没事啦，还可能咯，哎，提天数就好嘞啦。是啊。QQ 今日咱拄好好会看人啊，你会搞伊哦。是啊。俺因为搞伊啊，俺自家就冇麻烦哟。OK 啊，看人的你也唔晓得，要有啥行会买个啊？谈恋爱啦，我今好想谈恋爱啦。来，去过来。你干好啊？好吧嘞，干人就好花枝多，一谈恋爱哟。哎。下个月咧，一中午时谈恋爱就唔是我来搞你啦，啊！哦，请老板咯，你还帮我真钱呢，切！对呀，所以愿意看人的人谈恋爱呀。反正俺妈我妈会牵呐。那咧可能用钱啦吼。哎呦，又冇要紧，唔怕啦。大哥，你有电话吗？是出现吗？快看。冇啦，冇乜事情啦。
我早就讲我无嘛要牵的啊，歹势哦，搞翻的啦。哎呦，唔怕啦，我有点款味嘞，我来试看看啦吼。哦。无限哦！哎，我总裁啦！啊！来，天叔，还有啥人啊？唔该有你来来。哦，好。哎，来了。好。保险。哦，安尼，真的吗？等我翻嚟。爽啊你呐！哦。输喺准嘛嘅同事咯。哎，嚟，改過啊！哦，晒，要喺拖姑娘嘅哦，唔多得要黑來門啊，使無效哦。嚟哦，眼望看你所當看來呢。你呀，關好幾人啊，已經過1禮拜嚟選咯。啊，選好幾人咯，嗱對人家當看下來，再經過大包。選配嘅歌啥，全部做好人，咱來買半個買球。所以鹽鴨炸好了以後，後尾粿球咱做得賣哦。係啊，炸嘢嘅期間頭了幾場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到高興人咯。係啊，那麼記得咯，明年過年啊就休息到初三，除夕哦又要開始炸嘢呢、訓嘢呢。叫阿傳。像我哋傳啊，傳咗面幾多年啦？唔咯，冇能武斷同社會講法啊！我哪有啊，鳳哥，來啦！哎！你人嗰時傳你係危險哦，都嗌師傅做嘛，嗌師傅都無體北人咯，唔咯？來事啦，鳳哥。啊！嗌師傅講哦。你同埋你黑多人呢吼，都逼佢哋啊！買假時啦，清算事哦。來哦！呀！來啦！來，太緊要，飲涼茶啦，休息一下哈。來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！有咩出醜啦哈？來。就夠啦，食咗來啦哈。好。阿鳳呀，來，飲茶。哎，辛苦哦。買抹茶呀。來，阿芬啊。哦。辛苦哦。俺拉你出来，排事啦。是啦。真傻。明天考试你看了吗？还没啊？明天考什么？我都忘记。是物理吧？你变了。张伟，阿伟，天啊！怎么回事？你被人家打了吗？好痛，吃一点。阿伟啊，你怎么了？骨头有没有伤到？伤重不重？我看去医院好了。不用了。扶我回房间。阿威啊，你家里电话几号啊？至少通知一下你家人吧。哦，你要通知什么啊？我回房间打一通就好。
这样是谁把你伤那么重？你得罪什么人？哦，小心一点。哦啊！小心一点。哦。哦。小心哦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把你打这么惨？就是厂区宾果室那一些混混，他们一群人打我一个，我根本不是对手，好痛哦！你先别擦了。肯定跟小猪有关啊！上次在宾果室，他们不是在威胁你，一定是为了他争风吃醋了。哦，好痛哦！哎，阿威啊，你这样不行啊，一定要去看医生。哎，阿威啊，你好像发烧哎，万一有什么内出血，还是并发症之类的，那就不得了哎。我的身体我知道，休息2天就好了。打输已经很没面子，还要去医院丢人现眼哦。我宁愿痛死也不去医院。躺好，这是在顾什么面子啊？不然我去诊所请医生过来好了。阿庆，不走。阿庆，你躺好了。别去了，我身上1毛钱也没有，看医生很贵的。哎，你身上有没有钱？我把房租给康逼了，身上没钱。我也没有哎，不然我们去找康逼借。康逼？好，我去，顺便问康逼，小猪是要找人的妞，他总该知道什么事情，还有对方什么来路，怎么会把人打成这样？阿威啊，要不要打个电话给阿发啊？让他早点回来陪你比较好吧？不要，告诉他，我家里面的人就会知道，不然告诉他，不要惹是生非啊。可是，阿伯啦，就叫来钱的啊。好。阿伯哥，你来哦。你们抽啊！好。抽啊！阿伯哥，来做在同家基本书吗？好啊，你要看马术啊？我妈唔知呢，还有毛土嘛个书，就感觉好看的书，才基本本还好嘞。好看的书哦，啊，希望我这文学的书啊，课本哦太无聊，唔会啦，好。我这日本的小说好的啦啊，日本的作家写到改详细哦，改适合细毛的看哦。要有三浦绫子的冰点。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娘雪国千羽鹤，还有哦，也迄夏目漱石的少爷啊，啊。没事啦，我冇生你眼泪哈。阿发哥，你系唔系还望听表下？去找美丽啊！伊同夫人已经结婚啊，这安样唔系过痛苦。无啦，夫人迄个好朋友啊，伊结婚还够欢喜哦。伊也相片，太可以基本来啊，买就输啥夹要输到你啦。嘿安样。
叫，是莫无叫。是莫无叫，是莫无叫，是莫无叫。等来希望饭条加奶，唔爱加本爱。爱等来希望饭条加奶，唔爱加本爱。时来伊无叫，时来伊无叫，时来无叫。太强卡冲山高，山高无强强。